精進建築不獲續牌啦，呢件事呢係對房協喺安達臣道石礦場 R22號地盤係好大影響嘅。因為呢一個地盤就係曾經發生過一個工業意外嘅地盤啦。呢個地盤呢喺2022年9月進行工程期間啦，一個天秤突然間跌咗落嚟啦，造成3死6傷啦。咁當時候呢，樓盤即時停晒所有天秤相關嘅工作啦。勞工處其後呢亦都發出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啦。咁最後呢一個工程項目呢係延後咗嘅，本身預計呢係2024至2025年度完工嘅。之後呢就預料要押後1年啦，2025至2026年呢先完工嘅。咁喺呢個工業意外發生之後呢，其實精進建築呢都一路起緊呢個地盤嘅，但係去到近期呢，精進建築呢就被不獲續牌啊，政府就宣布咗呢件事啦。咁未來呢個地盤呢又要揾新嘅承接商呢去交接啦。咁所以呢，預計呢嗰個落成嘅時間呢，可能呢都會有少少嘅延長嘅。而其實房協咧早喺2023年8月嘅時候咧已經獲批咗預售樓花同意書咧，佢可以咧賣呢一個 R22號地盤嘅樓花啦。不過咧佢遲遲都未有開賣啦。咁去到而家有呢個消息再出咗嚟之後咧，相信佢嘅銷售進程咧亦都會延遲咗少少啦，因為佢需要咧等待新嘅承接商咧去同呢個精進去交接啦。咁未來都有好多未知之數啦，呢個地盤。咁我哋就即管拭目以待啦。但最後咧，我都想講啦，其實精進呢間嘢咧真係非常之無良啦。喺2020年去到而家係發生咗3單嘅工業意外啦，係死咗5名嘅工人啊。我戥呢啲工人係相當之悲哀啦，亦都覺得呢一間承建商其實係一間好不負責任嘅承建商啦，連續發生多次嘅工業意外咧，亦都係冇吸收教訓啦，工業安全意識薄弱嘅。而家呢一間公司被釘牌咧，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亦都希望香港市民會諒解啦，因為工業安全咧永遠都應該要行最先嘅，應該係先於工程嘅進度嘅。